咱目前为止已经甲所有诶母音、子音拢介绍过一解。伫咧讲声调进前，我想讲，互大家先练习咱学过遐音，看着你要安怎甲发出来。等这练习了以后，咱最后才过来介绍台语诶声调甲声调诶变化。所以我才有准备一寡迄个无声调诶白话字。我一个一段一段，带大家来练习一解。伫即个过程内底呢，你若一开始无解释，你会当对我诶速度吼，我逐个字会停一下，较甲发音讲出来。你家己会当先伫头壳内底想看觅。我讲以后看参你一开始想诶，也是讲摇诶，敢有共款。好，咱来练习看觅。第一个 I、凹、腰、暗、烟、烟。即个咱停一下吼。即个咱伫头前有讲过吼，咱咧读 n 即个音诶时阵呢，咱毋是写 en， 咱是写 ian， 咱用即个即个读烟。咱现代人咧讲诶台语，大部分拢较简称，拢直接读 n 即个音。差不多诶物件吼，咱会当去看到。所以即个是读 n。来第二组，呀、我、y、way，咱即三个共款去停一下。即个物件嘛是咧学白话字诶时阵一开始会卡掉诶所在。你正看可能看到，但是你若咧家己咧写吼，有可能甲即个 o 拢写做 u， 写做即个 u。我伫头前诶影片内底，我记得我有讲过吼，有一个想法就是做头前诶是通常拢写即个圆圆诶 a， 写即个圆圆诶 a。若做后壁诶时阵，就用即个 u， 即个就读 u， 即个读 y、way。毋过呢，即个我头前咱袂记讲吼，即个你谈遮个难做伙吼，真正会乱去。所以这个你爱小记一下。你若后壁接即个 e 诶时阵吼，头前即个真正是用即个 u， 伊就是即读 v。所以即四个一组，咱去读一下看觅 y、way、we。关即个无问题啊，即个是 u， 即个是摇囡仔诶摇。这第二组，咱第三组入声，咱去看觅。一、即个共款。咱咧读一诶时阵呢，咱用即个字，用即个一，毋是用即个 i， 咱是写英文诶 e， 即个是一。再来刷来，英，即个嘛共款。咱伫白话字内底，咱会写 eng， 咱袂写 ing，eng， 英。来即个一，参即个要共，这是 n， 这是一，n 加一，佮刷落来，恶、欲、恶、欲，咱佮看一解哦。这恶一个恶，这欲到欲的欲，就是即个音，只是声调无共。咱讲学物件学，也是做学的学，就是即安尼写。这是点，这就是真正是读 o， 这是 o， 这是 o， 这是学。这加上 e 摇物件的摇看觅的摇，所以是学、欲、学、摇。上尾有一个片音，顶悬即个即个音啦即个连做伙读较有多法，就是o，包的红圆的红圆的看你安怎读。即个是o， 的o，你嘛当安尼写o。